每日隨機鎖匙盤，今日嚟到第36日，喺將軍澳睇咩好呢？上到嚟呢間將軍澳中心684尺嘅3房1廁單位，一入門口右手邊就見到原生緊隨嘅設計，改咗做開放式嘅廚房。如果喺呢度擺多張吧台咧，成個空間咁又有，煮食空間又有。咁然之後我哋就要望下景觀嘅位置啦。將軍澳中心嘅6座 G 係成個屋苑最單邊嘅位置，所以望出去由左手邊嘅調景嶺 DI。望到過去右手邊咧，都係一片好開揚嘅景觀，採光咧亦都非常之好。咁亦都見到啦，全屋都做咗靚裝修嘅，啲地板都換過晒。咁我哋望下呢個浴室嘅部分啦，咁見到啦，所有嘅地磚啊、牆磚啊都換過晒嘅，好新淨，好似新樓一樣。咁房間嘅位置啦，無論係客廳定係3間房咧，全部清一色都係望向剛剛好開揚嘅景觀。最緊要係咩呢？將軍澳中心最殺食嘅就係呢個大主人房。見到啦，放完一張大 queen size 嘅床架之後呢，咁左手邊咧亦都可以放到個大衣櫃啦，都仲有走動位嘅。一般如果有女主人就會放埋梳妝台啊，又或者喺呢個窗台嘅位置放埋書台嘅。咁而呢個單位呢，亦都將本身主人套廁嘅位置呢，改咗做一個儲物室咁樣去使用嘅。唔知你覺得呢個單位如何呢？我就覺得呢個巨型主人房呢，同佢冇咩選擇啦，不如過嚟睇下。